大家好，我係亮亮，咁啊，亦都係咧，我身邊咧有洪錦元立法會議員，而家我哋貴為嘅立法會議員。亮亮好。係啊，咁我哋咧政壇新秀咧，之前咧有好多嘅朋友啦，就好想睇我哋嘅直播，咁啊，亦都好想咧我繼續拍翻，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就誠邀啊洪議員，咁啊，亦都其實係我咧區議會嘅同事嚟嘅，咁而家就貴為立法會議員啦，係選委界別啦，係咪？咁我哋咧今次咧就住委內瑞拉嘅事件，咁啊想揾阿洪議員嚟做分析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就記住去繼續訂閱政壇新秀啦，同埋咧點埋個鐘仔，仲有 like 我哋條片廣傳開去啦。嗱咁啊就住近日咧委內瑞拉咧，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咧就派軍就去到即係直頭去侵佔啦、侵襲佢啦咁樣，咁啊捉埋人哋個總統啦咁樣，咁啊成件事件咧就好大，咁啊最緊要咧佢就突然間又即係佢繼續就係用一個好似世界警察上身啦，就話要去到即係去侵佔人哋嘅國家啦。咁我作為小市民咧，就當然見到呢件事就都唔開心啦，因為即係始終係有啲即係我哋戰爭啦出現。嗱咁我咧先喺呢件事當中咧，因為好多觀眾咧又好似知啲唔知啲咁啊，咁我俾咗少少嘅即係小知識俾大家啦。嗱咁其實委內瑞拉咧，咁佢個人均嘅 GDP 咧大概咧就3500嘅美元，其實就唔係好多啦。咁佢人口咧先係得個2800萬到咁樣。咁而佢咧最緊要咧，佢成個國家咧大家都知佢嘅自然嘅資源好豐富啦，石油啦、黃金啦咁。但係其實我有少少咧即係小知識又唔係好明啊，所以要請教下洪議員。其實佢自然資源咁豐富，又有石油又有黃金咁，但係點解佢個通脹又咁犀利？亦都係咧佢有好多嘅企業又做唔住又倒閉咁樣啦，即係成個即政局又咁動盪啊！就曾經有人講過咧，其實生活喺美國之下佢個後花園咧，其實唔係一個真係後花園嚟啊！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面臨一個好大嘅即係困境，因為個困境實質上咧就係喺美國嘅壓迫之下去做一啲嘅生存嘅，咁亦都喺美國嘅嗰個掠奪之下咧去做一啲生存。如果唔係照計咧，即係委內瑞拉有咁豐富嘅天然嘅資源嘅話咧，其實如果係得到適當嘅發展，其實佢嘅國民嘅收入同埋生活咧係會非常之富有。咁當然咧，其實嗰個自己國家入邊嘅穩定啦，都係非常之緊要。如果國家入邊大家有統一嘅意志，係希望可以發展呢一個國家，而唔受其他國家，尤其係美國嘅一個叫做去剝奪嘅話咧，其實佢又可以叫做生活得好好嘅。所以今次我哋睇到委內瑞拉嘅嗰個即係總統馬杜羅，即係佢被咁樣去綁架啦嚇。咁呢個咧其實係即係非常之神奇嘅，喺咁短期之內可以咁樣被綁架。咁所以亦都係説明咧，其實佢呢個國家佢本身喺內在入邊咧，其實佢有好大問題。咁大家講咧，今次可能有內鬼添，係嘛？咁如果出現咁嘅狀況，即係説明佢自己係唔係一個好統一意志去為呢個國家去一齊去做努力嘅一個嘅政權，或者佢政治入邊咧，佢唔係一個好穩定嘅政治環境。嗱咁我哋亦都係見到啦，即係佢嘅政治不穩啦，咁佢又資源又咁豐富啦，咁美國咧而家就即係佢用一啲我哋所謂嘅叫藉口啦，即係話佢即係好多毒品啊喺裏邊啊，咁啊所以就一定要綁架咗佢個總統啦，咁啊繼而介入人哋成個國家啦咁樣。咁但係你點樣睇咧？即係美國係用一種武力嘅，即係同我哋國家，譬如即係習主席咧會同大家講啊，我哋應該和平，大家坐低去傾下。譬如你有啲咩問題，其實我哋之前見到泰國有佢嘅問題啦，甚至乎柬埔寨嗰樣嘢有佢嘅問題，就係我哋坐低傾下應該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即係你內部嘅問題，我哋要幫你啊嚇，咁幫你一齊去發展啦。成個即係嗰個處理手法完全係唔一樣嘅。其實我諗就係頭先你講美國咧，就係當係一個警察啦。其實我覺得今次咧，美國我哋唔應該用警察呢一個去形容美國。其實美國係一個黑幫，係嘛？即係佢係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有一個國家，咁啊透過武力、透過戰爭嘅手段，咁啊去綁架一個國家嘅總統，去到佢自己美國，再喺美國入邊咧就去做一個叫做法院入邊做審問。咁其實呢一種嘅做法，實際上咧，係唔係一個警察嘅做法嚟？係一種黑幫嘅一種嘅做法嚟。其實呢個正如即係老實講，兩個唔同屋企係嘛？咁你一個屋企人派比較強大，派人去將另外一個嘅一家之主綁架咗翻去，跟住就話：我要睇中嘅你係一個你嘅石油，
係嘛？咁就唔係你嘅為咗你嘅民眾嘅一個叫做生活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説明咧，其實喺美國做所謂美國後花園下邊嗰啲嘅國家咧，其實美國視佢哋係啲乜嘢咧？就係視佢係一個掠奪佢哋嘅資源，去滿足美國國內自己人民生活嘅所需，或者甚至嗰啲唔係一個所謂自己民，係一個資本所需嘅一個去撐住呢個國家嘅發展。咁所以生活喺美國嘅所謂後花園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嗰啲唔係一個花園嘅一個生活環境，嗰啲實質上係為美國輸送，令到美國所謂繼續嘅繁榮嘅一個叫做叫做一個渠道嚟㗎嚇。咁所以呢個就係現時咧，佢面對一個嘅大嘅一個環境。咁當然咧就係委內瑞拉今次呢一個被綁架嘅狀況咧，其實要考慮點，其實點解一個國家嘅總統咁容易被另外一個國家嘅人走去，即係軍人喺短時間之內一晚可以綁架咗落去？咁呢個係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嚟講，佢都需要去思考嘅。係啦，因為你個國家入邊你內在不一致，係啦，你嘅總統呢個最高領導人係隨時可以即係去被一個強權去即係綁架走嘅。跟住佢就會仲宣稱就話我已經即係代管咗呢條國家喎，係嘛？咁當然呢個佢講嘅啫，係咪真係可以代管咧？呢個仲我覺得仲言之尚早。係咁啊，洪錦元你講得好好，因為即係我都係用翻即係網上面好多人嘅説語就話佢，因為佢自稱自己做世界警察啊嘛咁樣。咁而其實咧其中咧我哋網上咧即係有啲喺個以前嘅 Twitter 嘅 X 啦，咁有一個叫做 Pizza 指數嘅，咁就係咩咧？就係五角大廈附近咧，就如果佢多咗人去訂 pizza， 咁就咩意思就通常咧就訂入去佢即係軍方裏邊，即係美國軍方裏邊。咁如果好多人訂咧，即係佢附近好多人訂咧，咁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啲人喺軍方裏邊，美國嘅軍方就要加班啦。咁佢嘅繼而咧，佢就應該係就有啲嘅行動出現咁樣。咁但係而家就係令到我哋即係學你所講，我哋一直生活喺即係香港或者我哋中國嘅地方嘅時候，我哋係好少見人哋會即係我哋國家啲人係唔會去，譬如我哋解放軍唔會去無端端去人哋個國家去到咁樣侵佔人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應該都係對我哋嚟講係響起一個警號嚟噶嘛，即係呢個外交手法嘅時候，佢係唔理任何人，然後佢就用佢就話我而家係以佢所謂嘅政治或者係一個正義佢又攞翻呢啲出嚟啦，人權啦、自由我哋都識嗌噶啦，佢就係話要為咗人哋嘅人權、人哋嘅人權、人哋自由，但係佢侵佔人哋嘅國家咁樣，咁其實咁樣嘅時候係令到成個世界嘅秩序係繼續去大亂嘅喎。其實呢個今次係破壞咗即係國際法，亦都係破壞咗大家對於國與國之間基本嘅一個認知因為變成咧係一種即係弱肉強食嘅一個狀況。總之我強我就可以入，唔單止今次唔單止入侵呢一種嘅狀況，係可以咧就係空共軍隊去綁架咗你呢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咁呢個實際上咧對於世界上面好多嘅細小嘅國家其實嗰啲嘅領導人，大家可能都會擔心將來可能某一日即係得罪咗或者邊個國家強啲嘅對我唔開心嘅時候，可能佢就會用唔同嘅理由跟住咧佢先搞個破壞，係嘛？限制你嘅天然資源嘅恐嚇佢輸出，係啦，恐嚇完之後，跟住就係突然間就派個隊入去，就係將佢啲國家領導人捉走，係嘛？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對於整個世界嘅嗰個和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破壞嚟嘅，亦都係令到即係整個世界嗰個現有嗰種嘅運作嘅秩序係啦，咁其實帶嚟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呢個衝擊嘅話咧，其實如果嗰啲即係大家冇形成一個對美國嘅一啲今次呢一個叫做非法嘅行為產生一種壓力嘅話咧，其實如果係變成一種默認，咁呢個你想像下係非常之嚴重嘅，係咪？我哋唔好話放喺整個所謂即係國際國與國之間，即係我話簡單嚟講，好多唔同屋企家庭之中，話我唔得閒，我就想喐你打你之類，咁而冇人可以制止得到嘅喎。依家就係咁嘅狀況喎，好似冇人可以制止到美國呢一個嘅暴行嘅嘛，或者惡行嘅嘛，呢個就係一個最值得關心、最值得關注嘅地方。
係啊，咁我亦都即係關注到，即係無論係油價啦、金價咁，即係不停咁攀升啦。咁亦都係即係我仲記得上次特朗普突然間話加關稅啊嘛。咁啊，大家都見到佢喺個成個股票嘅市場同嗰個市場咧，其實都要即係撈咗一大筆啦，成個美國。咁而喺今次事件裏邊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見到佢就係希望咧，即係我好記得我睇新聞嘅時候，特朗普就講咗句就話啊，佢而家咧要去到點去控制委內瑞拉裏邊嘅即係石油啦，係啦，佢淨係控制人哋嘅資源，咁亦都係咧，即係另外一邊咧，佢就同美國嘅唔同嘅石油公司話啊，我哋而家去傾啦。咁當然石油公司佢就會諗好多嘢，你已經炸到人哋咁爛啦，啊點樣去重建嗰啲設施啊同嗰樣嘢，但係講到尾就係個資源啊嘛，咁樣。咁我哋見到美國其實佢講到尾就係講緊就係要去到掠奪個資源，同埋然後喺從中裏邊去撈一筆。咁而嗰樣嘢咧就係我自己一直思考緊就係咩咧？即係我自己都去過唔同地方咧，咁中國咧佢用一種方法點樣幫人哋嘅國家，就係特別一帶一路嘅國家嘅時候，我自己其實去過柬埔寨，我見過咧佢點去幫佢去修葺佢嘅好多嘅一啲城堡即係古城啦，或者係佢啲路啊，我哋點去同佢共建呢樣嘢？咁你去點樣睇我哋嘅國家，即係中國日後嗰個外交之路應該係點咧？其實我諗我哋需要有即係自己嘅定力啦，咁啊即係國家一直以來即係都倡導，亦都係實行緊，即係國與國之間嗰種和平相處嘅嗰個嘅做法嚇，亦都唔干預其他國家嘅內政嘅問題嘅。嗱，咁所以呢樣嘢即係我哋應該要繼續有我哋嘅定力去推動落去嚇，因為我相信呢樣嘢即係得道多助。係嘛，失道寡助，咁所以呢就係呢一個嘅情況。而美國呢一個嘅破壞咧，亦都係破壞咗即係由二戰之後，大家整個社會即係整個即係國際社會嘅一個嘅秩序嘅情況。咁亦都大家即係真係睇清楚美國嘅嗰個嘴臉啦。咁佢今次都即係講咗個大老實嘅説話，就係佢為咗石油而去綁架做呢一個嘢啫。咁但係佢話跟住落去我就可以去派美國嘅石油嘅一個公司咁入到去委內瑞拉咁進行一啲建設，咁幫佢做石油出產。咁其實呢個講嘅啫，但係委內瑞拉現時嘅即係整個嘅管治都仲係喺馬杜羅嘅整個政黨下邊嗰繼續運作緊嘅，係嘛？咁佢唔能夠我一句説話咁特朗普一句説話咁就可以就等於即係管理咗人哋成個國家喎。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佢有口講嘅啫，但係要去到嗰一步嘅話咧，都仲有一段好長嘅路嘅，係嘛？咁除非佢即係委內瑞拉嗰啲即係突然間個個都驚咁啊，但係就會去到即係叫做完全傾向於美國。但係我相信民眾入邊咧，佢就唔會咁睇嘅，因為呢個嘅侮辱性非常之大。無論你中唔中意嗰個國家嘅總統都好，但係另外一個國家咁樣去綁架你嘅總統，去到佢自己嘅國家做審問嘅話，其實呢個直情係唔係對呢個馬杜羅同埋夫婦嘅一個侮辱，係對於委內瑞拉成個國民嘅侮辱嚟嘅，係啦。咁所以呢樣嘅侮辱嘅話，我相信即係任何一個國家嘅國民都好啦，唔會咁樣去吞得落呢啖氣噶嘛，係咪？所以美國要去到真係要去即係整個殖民管治委內瑞拉嘅話咧，我相信係仲有一段路要行。係咁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撇清呢啲咁樣嘅烏雲啦，去睇清楚即係我哋嘅時局啦。咁啊我相信大家咧都好喜歡啊洪議員咧同我哋講，咁你亦都可以話俾我聽啦，你中唔中意洪議員繼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係外交啦，同埋我哋一啲嘅國際嘅時事啦。咁其實我咧另外咧就留意到啲新聞咧，就有關咧就係台灣。咁啊台灣亦都即係出咗聲咧，就我見到佢就好似腳震咁，就話哎呀會唔會因為咁啊？但係佢哋用嗰種手法，我睇咗好耐，佢哋嗰個用嗰個術語，即係民進黨就話，而家咧美國咁樣去出兵委內瑞拉，咁中國咧又會唔會咁樣出兵我哋台灣去武統我哋台灣？我哋係時候咧又要即係防止解放軍啊咁樣，即係佢哋好中意用呢啲，然後就污名化我哋嘅國家咁樣。咁啊嚟緊咧我都會出片咧會講呢一個嘅題嘅咁樣。咁啊所以大家咧記住留意我哋咧政壇新秀咧嘅最新嘅內容啦，咁亦都記住訂閱。咁啊多謝大家，今日時間差唔多，拜拜。多謝，拜拜。